生命给你，献上生命给你，我献上生命给你，献上给你，我献上生命给你。我将自己完全献上，毫无保留放在你的脚前，所有的悔恨，一切的称赞，无论苦与乐，都交托给你。主，我献上生命给你，用我一切精力来荣耀你生命。主，我献上一生给你，愿我赞美神迹，能成为馨香火气。我献上生命给你，过去的事，将来的事，还有那没有实现的梦想，我所有希望，我所有计划，全人和全心都交托给你。哦，主，我献上生命给你，用我一切精力来荣耀你生命。主，我献上一生给你，愿我赞美神迹，能成为馨香火气。我献上生命给你。主，我献上生命给你，用我一切精力来荣耀你生命。主，我献上一生给你，愿我赞美神迹，能成为馨香火气。我献上生命给你，献上生命给你，我献上生命给你，献上给你，我献上生命给你。
己，完全献上，毫无保留放在你的脚前，所有的悔恨，一切的称赞，无论苦与乐，都交托给你。主，我献上生命给你，用我一切真理来荣耀你生命。主，我献上一生给你，愿我赞美神迹，能成为馨香火气。我献上生命给你。过去的事，将来的事，还有那没有实现的梦想，我所有希望，我所有计划，全人和全心都交托给你。哦，主，我献上生命给你，用我一切心力来荣耀你生命。主，我献上一生给你，愿我赞美神迹，能成为馨香火气。我献上生命给你。主，我献上生命给你，用我一切精力来荣耀你生命。主，我献上一生给你，愿我赞美神迹，能成为馨香火气。我献上生命给你，献上生命给你，我献上生命给你，献上给你，我献上生命给你。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邀请大家一同站立来敬拜神。神是我们的帮助，是我们的盼望。无论你面对什么样的挑战，都让我们抬起头来仰望他。耶和华是我的主，你不知动摇，有耶和华的帮助，还要惧谁呢？耶和华是我牧者，你不知缺乏，有耶和华做我荆棘，你传让的神。
的荣耀，有时叫我抬起头的神。一首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耶和华是我思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有时叫我抬起头的神。一首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一首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一首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哈利路亚！神是我们的盼望和依靠，我们拍手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他。弟兄姐妹，请坐。顺服并不容易，但却是通往祝福的路。当我们选择把自己的意志交在神的手中，就能经历他完美的带领。当我不明白事情的由来，信心不足的时候，求主帮助。生命在于你，万事皆属你。信心动摇的时候，我要信靠。我相信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相信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我甘愿谦卑顺服。当我不明白事情的由来，信心不足的时候，求主帮助。生命在于你，万事皆属你。信心动摇的时候，我要信靠。我相信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相信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我甘愿谦卑顺服。我相信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相信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我甘愿谦卑顺服。我相信你的应许，依靠你的恩典，我甘愿谦卑顺服。我心坚定于你，眼目专注于你，风浪之中有你同行，不畏惧。我心坚定于你，
坚定在你里面，无论环境如何变化，我们选择专注在你，单单敬拜你。耶稣基督，圣洁美丽，无人能及。赐我气息，毫无保留，为我舍命。你的爱使我灵魂苏醒，患难中我能刚强站立。你的爱使我重新得力，黑暗中使我生命再次绚丽。我心坚定于你，眼目专注于你，风浪之中有你同行，不畏惧。我心坚定于你，我灵降服于你，在你怀中平静安稳，我必得安息。主啊，求你继续充满我们，使我们活出这份坚定和信号。你的爱使我灵魂苏醒，患难中我能刚强站立。你的爱使我重新得力，黑暗中使我生命再次绚丽。我心坚定于你，眼目专注于你，风浪之中有你同行，不畏惧。我心坚定于你，我灵降服于你，在你怀中平静安稳，我必得安息。我心坚定于你，眼目专注于你，风浪之中有你同行，不畏惧。我心坚定于你，我灵降服于你，在你怀中平静安稳，我必得安息。在你怀中平静安稳，我必得安息。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要宣告，即使我们在患难中，也要将我们的眼目专注于你，在各种境遇中能更多的靠近你。不论环境如何，主，你都是我们一生所要依靠的神。求你赐给我们力量，使我们灵魂苏醒，靠主站立得稳，使我们生命能活出美好的见证。我们一生都有你的爱与恩典。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现在要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你不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祷告来表达你的感恩。
声音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请起立。如今软弱正义的刚强，贫穷着一成富足，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如今软弱正义的刚强，贫穷着一成富足，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感恩，感恩，感恩。亲爱的阿爸天父，你是创造宇宙万物、赏赐生命气息的主，我们敬拜赞美你的名。谢谢天父一周来带领弟兄姐妹出入的平安，身心灵的健壮，也求圣灵与我们同在，帮助弟兄姐妹在面对下一周工作上或是生活上遇到的多多的挑战跟重担。求主赏赐我们有一颗平静安稳的心，能够面对我们无法解决的事，也帮助我们刚强壮胆，靠着主，我们能够挑战、战胜自己，靠主得胜。哈利路亚！谢谢主耶稣。现在弟兄姐妹甘心乐意的奉献，要用在主的圣工上，求主悦纳。孩子这样子祷告祈求，都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又荣耀的名。阿们。请坐。好，我们一起来念今天的金句，在路加福音12章31节，我们念2次，预备来。你们要追求上帝主权的实现，他就会把这一切都供给你们。再一次，路加福音12章31节，再一次，你们要追求上帝主权的实现，他就会把这一切都供给你们。路加福音12章31节。再来，我们有一段影片，这是上礼拜的桌游挑战赛，我们来看一下上次比赛的战况。可以大声一点。好，拍手！恭喜！好，在本主日是文字传道奉献主日，今天是郑婴儿牧师前来讲道、请安跟报告，请兄姐关心代祷与奉献，谢谢郑婴儿牧师的勉励。在今天也是总会所定的收年事工纪念主日，请兄姐也同样关心收年的事工。在本会的消息，好，这个
好，我们手中有这个红色的单子，这个字比较大。好，我们有再来是压轴的活动，看到压轴2个字就不得了。时间是11月2号，对，60周年的感恩礼拜，然后是在桃园国小的礼堂，早上9点开始。感恩礼拜是在桃园国小的礼堂，大家都知道桃园国小在哪里哈？好，知道，应该都知道，在隔壁而已。好，当周只有1场礼拜，所以请会有依照牧区组别来入座来参加礼拜。然后后面有个 PS， 这个很重要 ，PS 准时参加礼拜的可以获得1张摸彩券哦。好，再来10点礼拜之后呢，有好礼害运动园游会，就是在桃园国小的操场，然后是各项结合教会历史的趣味关卡，等大家来闯关，也有公益团体的摊位可以逛逛，大家踊跃来支持。那完成越多闯关及摊位任务的，就可以拿到越多的摸彩券。那当天会抽出60项丰富的好礼，等大家来挑战。好，现在我要请如山长老来补充报告。各位平安。关于那个运动会的部分哈，补充做一下报告哈。那一天我们礼拜到10点20，10点20完了到12点半，我们有一个大家一起来运动，大家一起来欢庆哈。那因为我们之前我们看到教会在今年60周年有做了很多的系列的活动，那都是个别的参加哦，比较少的，最欠缺的就是这个压轴，就是大家一起来。那这个是60周年，那我们也希望呢能够聚集有600个人来聚会。那600个人难不难？其实不难哈。往年我们圣诞的餐会，我们都超过700-800个人在参加哈，所以600个人不难。那600个人要怎么达到？其实就是希望我们也邀请各位弟兄姐妹，你把你们的家人都找来，把你的朋友也都找来。把你的 best， 你要邀约他来认识耶稣的，也都可以透过这一天来带他来参加这个欢庆的礼拜，然后来参加后面的这个运动会哦。那讲到运动会呢，大家不要很紧张哈。有些人会想到说，哇，是不是跟以前的运动会哦，过来招球者，过来揪手啊，还有人拔豆，还有人手受伤，没有，不用哈，不用那么紧张哈。那因为我们也体恤到哈，那时候的运动会，从那时候我40岁，现在都已经快60岁了，我也跑不动了，我也拉不动了哈，所以我们就设计的就是轻松的、简单的，只要站着静态就可以完成了。哦，那我们的关卡呢有8个关卡，然后再加上前面的一些，比如说准时做礼拜，我们就会有，你只要完成1项，你就可以拿到1张抽奖券。哦，那你如果完成所有的项目，你就可以拿到越多的抽奖券。那当把你的抽奖券放进去抽奖箱的时候，你越多，你就越有机会可以抽到60个项目的大奖。那里面最大的头奖呢是超过6000块钱的礼物哦，的奖品哦，所以请大家踊跃的来报名参加。我刚刚有讲到一件事情，报名参加哦。这个活动我们需要报名，为什么？报名可是不用缴钱，免费的报名。为什么？因为我们当天的中午我们有餐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纪念品这里有没有看到？这里有一个报名当日发放餐盒及纪念品1份，没有登记的恕不发放为什么？因为我们那天的餐点我们要先预定，那你如果没有先预约，没有登记的话，我也没有算到你的人，所以就会很可惜。所以麻烦大家都一定要报名。那怎么报名？跟小组长报名，跟小组长报名，或者是你如果没有参加小组的，你也没有办法联络到小组的，你只要加入教会的 LINE 官方的网站，你只要输入60周年报名，那它上面就会有个报名表，你也可以填写。用这2个方式都可以来填写。欢迎大家，也邀请大家，邀请你的朋友、你的同事、你的家人、你的亲人，大家一起来欢庆迦南60周年的最后压轴。谢谢。好，
好，再来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好，10月18号礼拜六的晚上7点半，在江南教会就是49号2楼的礼拜堂，有一场小教堂合奏团音乐会的表演。那这个表演呢是是文艺复兴与巴洛克时期的幻想曲的作品，会使用维奥尔琴跟巴洛克大提琴的古乐器来演奏，所以欢迎大家踊跃的来参加，自由的捐献。大家知道，如果这种演奏会在国家音乐厅，我们买门票要去听一场要好几千块，但是呢，这个在教会不用钱，所以欢迎大家踊跃的来参加、来聆听、来欣赏。再是小会报告，上礼拜临时会员合会已经顺利的选出长老3名、执事8名，在12月7号的台语礼拜中要就任。如果对选举结果有异议的，请在10月12号之前向小会提出。那10月19号下午1点要举行2026年度的事工研讨会，要敬请新就任长职预备心来参加。如果你那天真的无法出席的，请向陈牧师来请假。在侍奉部的报告，10月8号就是在礼拜3早上10点半有松大的讲座，主题是艺术治疗，讲师是赖佩瑜諮商心理师，欢迎大家来参加。在志工队要招募志工了，那我们需要的志工有爱家志工、派报。我还是看周报好了，字有点小。派报、宣传志工以及幸福巴士任务志工有这3个选项。这个3个选项呢，只要你愿意就可以去登记。如果你没有志工证，可不可以登记？可以登记。那可以重复吗？可以重复。然后这个是如果有需求就会打电话问你时间能不能配合，所以不要有压力。如果等一下有这个意愿的呢，礼拜结束后就可以去登记了。再来奖助学金的授奖，要在10月19日的华语礼拜中颁发。那如果你不知道你有没有得奖，可以看一下周报第2页，或者是1楼公布栏上面都有那个宣布。再来肢体的消息，台5区张良福弟兄秀园小组9月20日在家蒙主恩召，享年80岁，家人已经完成他的后事了，愿主安慰的灵与遗族同在。在竹中第86届第1次的议会10月8号在中正教会召开，会有陈柏志牧师与庄凯恩代议长老来参加。再来来宾介绍，请问今天有第1次来到礼拜的弟兄姐妹吗？请问，请你起立，大家拍手欢迎。请问贵姓？张姐妹，好，欢迎你来。好，那这边也有位李弟兄，他很害羞，就是坐最后面的李弟兄，就是你，就是他说他前年来过，但是就前年来过，很久没有来，然后今年第1次来。对，李弟兄，大家拍手欢迎他。他住国外，他说他即将要回国了。再来，我们要一起来念圣经。路加福音12章13到21节，我们用弟兄念单数节，姐妹念双数节的方式一起来读圣经。请弟兄先请。我
弟跟我分父亲的遗产。耶稣回答：朋友，谁指派我为你们审案或替你们分家产呢？于是他继续向大家说：你们要谨慎自守，躲避各样的贪婪，因为一个人即使富有，他的生命如何不在于他有多少财产。于是耶稣对他们讲一个比喻。有一个财主，田产丰富，他心里盘算着，我没有够大的地方来储藏所有的谷物，该怎么办呢？他又自言自语：对了，我要把原有的仓库拆了，改建更大的，来存放五谷和别的货物。然后我对自己说，幸运的人啊，你拥有一切好东西，足够你多年花用，只管慢慢享受，吃吃喝喝，过舒服的日子吧。可是上帝要对他说：你这个糊涂人，就在今夜，你得交出你的生命。那么你为自己所积存的一切财物要归给谁呢？耶稣结论说，那为自己积聚财富，在上帝眼中却不富足的人也是这样。接下来要请郑婴儿牧师来帮我们信息分享，他题目是坚持顺服上帝的主权，坚持顺服上帝的主权。敬爱的陈牧师以及各位江南教会的长执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我们江南长老教会，特别我们这个新堂，我也是第一次来，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敬拜上帝。更感谢上帝让我们看见140年前，通过我们台湾的第一份报纸，叫做台南的一个古城公报。古城教会公报当时是用白话字写的，台湾第一份报纸。不过台湾教会公报社目前所出版的这个台湾教会公报，到目前还继续在出版。所以我们总会每一年7月的第3个主日是文字传道的一个事工的奉献主日，我们一起共同关心台湾教会公报社所推动文字事工，包括现在我们很普遍的新媒体的宣教，也是目前我们台湾教会公报社很努力在经营的一个事工。愿我们今天通过上帝的话语，我们重新来看见我们今天如何能够坚持顺服上帝的主权，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也在我们向前的脚步当中，能够让上帝的国度不仅在我们自己身上，不仅在我们教会当中，更重要的通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每一天的生命，能够让上帝的国度日日得以扩大。请我们再一次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上帝，谢谢你，你不仅创造宇宙万物，你更通过你自己的形象创造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不管人生在面对任何处境，都能够很清楚体验你时刻的赐福，你的同在，你的保守与带领。我们感谢你，通过你的恩典跟祝福，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常常体验你时刻的同在。愿今天早上再一次通过你自己的话语，通过耶稣基督的教导，让我们能够学习如何用我们的生命来坚持顺服上帝的主权。我们这样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上帝，特别让我们常常，特别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今年我们已经宣教160周年，也感谢上帝让我们的桃园迦南教会今年庆祝60周年。
我们有那么多一系列的这些活动，能够让我们不止自己在庆祝，更重要的庆祝60年来我们在桃园地区如何能够将我们所经验的平安跟喜乐，没有停留在我们当中，通过各种方式带到桃园地区的这些住民，让他们经验我们的平安喜乐不是自己的经验，特别是通过很多时候在苦难的过程里面，我们能更加体会上帝如何来提醒我们，来疼惜生命，分担苦难。最近2个礼拜，我们看见在台湾的花莲地区光复乡，即使那个地方阿美族叫它马泰安，马塔岸，这个是阿美族他们当初居住的地方。目前他们在那个地方，这一次在面对土石流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么多人共同在关心，不管这些我们叫做产子超人也好不管今天我们台湾基督长老教阿美宗会的教社部，目前在马太安教会之外，还有在太巴朗教会有成立他们的指挥中心。我们的马太安教会其实最近这个礼拜，他们收容了150多个人，在他的礼拜堂里面，就睡在那个礼拜堂的椅子上面。但是各位可能不知道，20年前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最大的一间教会，其实就是马太安教会。因为他们的礼拜堂只有1层，但是他可以500-600个人一起在里面做礼拜。所以以前马太安教会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徒最多，也是礼拜堂最大。他们的教堂是这么大，但是他们的地更大，而且他们在光复乡是一个比较高的高地的地方，所以这次土石流都没有影响到马太安教会。不过其实土石流对光复乡来讲，这不是第一次。第一次是在2001年，在921大地震过2年之后，2001年有个桃枝台风来的时候，不仅在我们的信义乡造成很大的土石流，花莲在光复乡的大兴村也是发生一个很大的土石流，死亡的人数比这一次死亡的人数还多。所以当时候我刚好是总会的教社干事，我们就在光复乡设了一个大兴关怀站，在那地方有3年的时间，陪同那个地区的人民走过重建之路。各位不晓得这1-2个礼拜有没有看到这件背心？有看到哈？这个背心是什么背心？看到这边是什么？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然后这边呢？社会关怀。后面呢？后面看到什么？台湾之外呢？小字的英文写的是什么？其实这个是台湾基督长老教正式的英文名称，叫做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aiwan 在台湾的长老教会这一件社会关怀背心。其实是在1998年，我们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在当时候的第45届总会要求总会教社委员会制作一件社会关怀背心，可以让我们的各教会可以使用，让各教会可以做社区的关心的事工。结果隔年第46届总会通常议会通过了一个很重要的21世纪新世纪宣教运动。这个21世纪新台湾宣教运动是要从2000年到2025年到今年，25年当中要努力一个新台湾宣教运动，就是提醒让我们的教会跟社区成为一个生命共同体。所以这个社会关怀背心，1998年9月制造好之后，我们当时候从总会教社委员会，我们发信给每一间教会说，如果你们需要，随时可以向总会教社委员会来索取，我们免费赠送给你们，让你们可以做社区关怀工作。那一年很少人来索取，但是到了隔年921大地震之后，后来我们第一期所做的5000件，这个5000件的社会关怀背心，在921大地震的时候通通花光了，用完了。到现在为止，这个社会关怀背心已经进入第7代或第8代。前天各位有看到我们总会总干事陈信良牧师，他有特别去到
这个太巴朗教会关系阿美中会教社部目前所在做的这些重建关怀施工，你就看见他们穿的这个社会关怀背心，虽然已经进入第7代、第8代，它的设计跟刚刚我给各位看的是一样的。这个是第1代啊，但是921大地震的时候，后来我们台湾基督长老教会面对100年来那么大的地震，我们的总委会特别设立一个921重建关怀小组，通过4年的时间，在921的重建地区设19个重建关怀站，通过疼惜生命、分担苦难的一个信仰实践，我们在重建区做了4年的关怀工作。这些关怀工作在提醒我们如何真正跟苦难的弟兄姊妹能够同担苦难、同享荣耀。921大地震的时候，当时候一瞬间有2400多人离开世上，当中有25个人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信徒。这个刚好符合我们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信徒数，差不多等于台湾人口的1%。所以每一次你看见台湾发生比较大灾难的时候，我们的长老教会的信徒都有共同在承担苦难，因为我们也面对死难。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每一个灾难带来的，上帝在提醒我们如何在顺服他的主权。但是更大的一个学习是，6年来，从2000年1月开始，我们全世界人类所共同面对的很难去面对的一个传染病，叫做什么？COVID-19。它本来叫什么名字？2020年1月份有一个很奇怪的传染病从中国的武汉发生，很可惜也很遗憾，6年来，世界卫生组织派了好几次的代表团去到中国，但是独裁的政权中国政府就是不诚实讲，到底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传染病，以至于到现在6年来不知道 COVID-19 是什么传染病，就没有办法医治，不知道什么病，当然不知道用什么药去医那个病，所以6年来我们只能怎么样？打疫苗，对不对？但是各位，打疫苗虽然可以保障很多人不感染 COVID-19， 但是如果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 最新的统计，到2005年的这个9月14号，总共有多少人确诊？7,7865,3604个确诊的例子，而且在这些7,7800多万的确诊当中，有7102195个人因为这样丧失生命。各位，台北市人口多少？200多哈。台北市的人口根据2004年台北市民政局的统计，台北市人口目前是235万啊。710万是几个台北市？超过3个台北市的人口。6年来，因为 COVID-19 不晓得什么一个传染病离开世上。710万的人里面有很多基督徒、佛教徒、回教徒、道教徒的道亲、一贯道的道亲，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也有反对基督教信仰的人。所有每一个人的生命，在上帝眼中其实都看为宝贝。为什么？我们基督信仰告白，生命是上帝创造的，对每一个生命，不管它是任何宗教或者没有宗教都一样，不管它是任何一个处境，每一个生命，上帝都看为宝贝，上帝都想办法疼惜爱护每一个生命。一个生命的丧失，上帝会痛苦，会流眼泪。更何况超过710万的生命因为这个 COVID-19 离开世上。6年来我们一直在问，从我们的信仰我们在问，为什么上帝容许 COVID-19 造成全人类这么大的伤害？
感谢我们前总统蔡英文总统跟前我们的卫福部部长陈时中跟各卫生单位，我们比其他国家晚1年发生 COVID-19， 而且我们政府想尽办法不让 COVID-19 造成台湾人民的伤害。所以我们2003年9月7号的最后的统计，我们有1024万1525个确诊的例子，有17670个人因为 COVID-19 离开世上，但是台湾的死亡率是0.17%而已。在全世界各国来比较，台湾的死亡率非常非常低，是因为我们的政府蔡英文总统跟所有的卫生单位想尽办法，不让 COVID-19 造成台湾人民那么大的伤害。但是一样，台湾人有17670个人因为 COVID-19 离开世上，里面也有基督徒，也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牧师。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人离开世上，离开亲人朋友，离开他们的教会，他们的牧师、长执、弟兄姊妹，我们要问：为什么上帝容许这样的一个伤害临到全世界？上帝有没有给我们答案？上帝没有直接给我们答案，但是他岂不是在告诉我们，也在提醒我们，要如何更加坚持顺服上帝的主权跟旨意？在很多苦难，在很多生命的处境、死亡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一直在学习如何能够坚持顺服上帝的主权跟旨意。今天早上，通过我们刚刚所念的路加福音第12章13节到21节，以及接下来的12章22节到31节，我们要共同来学习上帝通过耶稣基督，他如何在提醒我们来坚持顺服上帝的主权跟旨意。第一，耶稣要提醒我们要真实承认人类本性的自私与骄傲，要真实承认人类本性的自私与骄傲。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特别在我们刚刚念的这个路加福音的时候，你所看到的这一个财主，其实虽然如果后来圣经学者把路加福音12章13节跟21节加上一个标题，叫做无知的财主或者没有智慧的财主，但其实如果你认真念圣经，你会发觉其实这个财主不是无知，不是没有智慧，他是一位非常成功的企业家跟财主，因为他很努力，他有很大的成就，所以他的收成超过他的预期。收成那么多，所以原来的仓库放不下了，必须想办法买更多的土地，盖一个更大的仓库，把旧的仓库拆掉。像我们江南教会需要再买一个礼拜堂，就买了我们现在这个新堂一样。这个财主在想，他既然有这么多这么丰富的收成，他要怎么办？可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的记载告诉我们，这一个功名成就的企业家跟财主，他在想怎么样未来有更大的前景的时候，他也想说盖好新的仓库，他把他所有的收成放在里面，他往后的余生就不用担心了，可以好好每天过日子。没想到上帝跟他讲，愚笨的人啊，今天晚上就要把你的生命跟灵魂带回来，你所有的一切有什么用？要交给谁呢？当我们看到耶稣用这个比喻的时候，他在提醒我们，这个财主到底他真的是这么样的无知跟这么样的一个愚笨吗？其实不是。这位成功的企业家跟财主，他很清楚他的自我认同、自我肯定、自我满足，更重要的，他有很确定的自我成就。他的成就是这样的确实，以至于他的功名成就让他只看到自己。所以耶稣提到这一个成功的企业家跟财主最大的问题，
就是他完全忽略上帝的存在，他只看到自己所努力所完成的一切。他不仅否认上帝的存在，他更否认他在努力的过程当中，那么多帮助他的人，曾经协助过他，替他解决困难，他欠钱的时候借钱给他，各种曾经帮助他的亲人朋友，他竟然把这些通通否认。他只承认今天他的生活只有他自己，他也否认他其实是全世界一个生命共同体的一小部分而已。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通过这个比喻在提醒这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他的生活唯有自我为中心，这就是很典型很实在的人性的自私与骄傲。他只看到自己，他否认别人，他更否认这一切是上帝赏赐给他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通过这个比喻在提醒我们，上帝给我们的一切不是要给你使用而已，更重要的是要你能够去想、去看见、去听见上帝如何通过赐给你的一切来关心需要的人、需要的生命。所以其实耶稣通过这个比喻在告诉这一位愚蠢或者是无知的财主，更重要的你要看见上帝赏赐给你的一切，提醒你对社会、对生命的使命跟责任。所以我们看见今天耶稣这个提醒当中，特别再一次要告诉每一个人，我们如何在一生当中确认你所努力的一切是上帝特别祝福的，不要忘记这一点。我们的圣诗22首叫主上帝右手，虽然我们华语礼拜没有唱这首诗歌，但是我们的华语圣诗也有这一首。这首圣诗是牙买加的圣诗，是一个很活泼、很快乐，可以边唱歌、边跳舞、边唱诗的一个圣诗。但是这首圣诗第3节提到说，上帝的右手要攻击我们，右手的 right hand， 右边，但是它也是 right 正确、公义、正直的意思。上帝正直正确的手在提醒我们如何走在上帝要我们走的路。但是上到第3节讲到上帝这个右手叫攻击我们，攻击人类的怎么样？贪婪、自私、嫉妒，贪婪我们的自私自利，我们的骄傲与不义，因为这不是上帝愿意看到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圣诗22首第3节之后，第4节、第5节、第6节提到上帝的右手如何在我们当中扶持那些跌倒的人，他如何来关心那些心灵肉体痛苦的人，他更记得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到第6节说，上帝的右手在我们当中栽种自由、仁爱、和平、喜乐，没有错。上帝的右手常常提醒我们，让我们去承认我们的自私与骄傲，承认我们自己的不义，并且通过这个承认，我们会看见上帝通过耶稣基督要带给我们的救赎。所以第2点，我们就看见我们今天的盼望在哪里，就是欢喜告白上帝全能的救恩跟盼望。我们如果有机会去看使徒保罗在罗马书1章16节到17节，保罗一生很重要的信仰告白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个福音是上帝的大能，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而后是外邦人，因为这个福音启示跟上帝和好的人一定会得到真生命。而且这个启示上帝怎么样使人跟他和好，是起于信，止于信，正如圣经所记载，借着信而可以跟上帝和好的人一定得到真正的生命。保罗通过他原来反对的基督信仰，到后来上帝特别拣选他成为初代教会很重要的一个使徒，他用他的后生来为上帝的国度努力宣教。但是他很确信，今天我们
如果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的救赎，我们有可能因着这个相信，得到上帝的应许，让我们成为义人，让我们可以跟上帝和好。所以1517年，马丁路德在第二次世界宗教改革当中，他根据罗马书1章16节到17节，保罗这个信仰告白说，这是一个因信称义的基督信仰。通过这样的一个告白，通过这样很清楚的一个，让我们每一个人，虽然2000年来没有人可以提出一张相片、一个影片去证明耶稣基督曾经死而复活，但是我们今天却通过我们的相信2000年前耶稣为了你跟我的生命，我们的罪过死在十字架上，只要我们愿意相信，我们就能跟耶稣得到一个同死同复活的生命，这也是一个新的生命。所以我们看见我们长老教会跟改革中的创始人加尔文牧师，他在马丁路德之后，然后他也同样根据罗马书1章16节到17节保罗的信仰告白，他确信这个是上帝绝对的主权跟救恩，上帝绝对的主权跟救恩临到我们，只要我们愿意接纳相信，我们就能够成为因信称义，能够得到上帝绝对主权的救恩跟盼望。我们的圣诗当中有一首113首是加尔文牧师所写的圣诗，这首圣诗说，我来朝见你，救赎我的主。每一次唱这首诗歌，就能够再次去体会加尔文牧师如何在这个圣诗里面在告白，你就是生命，我们因着你来生存，除了你以外，别的地方没有盼望。主，你有应许，我们的所相信的一切不会空白。我们在这样的确信当中，像加尔文牧师一样，我们常常因着欢喜告白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所完成的救赎跟我们有关系。只要我们愿意相信，我们就能够得到救恩与盼望。第三点，我们今天要坚持顺服上帝的主权。耶稣要提醒我们的是，要尽力成为一个健全、谦卑而且顺服的基督门徒。当我们早上在念路加福音12章13节到21节的时候，你读到21节，你看不出来耶稣对那个无知的财主跟企业家有提出什么样的路可以让他选择。他只提到说，如果跟这个财主一样，得到了那些没有用的收成，有什么用？如果我们有机会去念路加福音12章22节到30，接下来那一段经文，圣经学者加上一个主题叫信靠上帝。这段经文里面提到，耶稣对他的门徒、学生跟跟随者说，你们不要担心你每一天要吃什么，要喝什么，要穿什么，要住什么样的房子，什么样的豪宅，要开什么样的车，要用什么样的手机，你不用去担心这一切。你们要先求上主权的实现，你们所需要的一切，我会供给你们。这个写在哪里？路加福音12章31节的结论。还有同样一段记载，在马太福音第6章33节。这两段经文都是耶稣同样在对于他的门徒、学生跟跟随他的人说，你们要先追求上帝主权跟上帝旨意的实现，你们所需要的一切，我都会供给你们。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今天看见耶稣很清楚的命令。他告诉我们，你不用担心，也不用烦恼，你们所需要的，我比你们还清楚。你们所需要的，我一定会赏赐给你们，你们不用去烦恼，不用去讨论。更重要的，你们的使命跟责任是先追求上帝主权的实现，跟他旨意的实现。我们如果今天有了机会去念罗马书14章17节到18节，使徒保罗
后来很清楚的告白，很清楚的宣告说，因为上帝主权的实现不在于饮食，而在于圣灵所示的公正、和平及喜乐。这样的侍奉基督的人，必定得到上帝的喜欢和人的赞许。保罗很清楚的宣告说，上帝主权的实现不是靠那些饮食啊，而是要靠圣灵所示的公正、和平与喜乐。意思是什么？圣灵在我们每一个跟随基督的人身上，通过我们的生命，通过我们的实践，通过每一天的生活，把上帝主权的公正、和平、喜乐、平安，通过我们带到我们的周遭，带到你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带到我们所爱的国家与社会。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保罗在这边的提醒，让我们看见耶稣如何在提醒2000年来的教会跟基督徒，不用担心今天穿什么、吃什么、住什么、开什么车、用什么手机，最重要的是要时时刻刻让你每天的生命有圣灵与你同在的生命跟见证。也就是说，圣灵带领我们用敬虔、谦卑、行公义、好怜悯的方式，让上帝的主权跟旨意可以实践在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更通过我们实践在我们的社区、社会、国家及全世界。所以今天我们看见，从保罗的信仰告白，还有我们看见耶稣一生很重要的他的信仰告白，也是他的人生观。在马可福音10章45节，耶稣说他来世上的目的不是要受人服侍，而是要服侍人，并且为了救赎大众而献出自己的生命。耶稣一生33年的生命，30年的时间准备，竟然只有3年多的时间可以为上帝国传福音。他想尽办法让这3年他可以关心、拯救、疼惜生命。只可惜他坚持顺服上帝的一个主权，让他像在钉十字架前一天晚上客西马尼园的祈祷，边流眼泪边跟上帝说，如果可以将这个苦杯拿去，请你拿去，但是如果你要我把这个苦杯喝下去，我愿意顺服。今天耶稣在他的生命当中那么年轻有为的时候，33岁离开世上，已经完成上帝在他身上道成肉身的使命，也完成他的一生如何不是受人服侍，而是服侍人，甚至为了救赎大众献出自己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看见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在台湾这个土地上面已经160周年。我们看见120周年的时候，1985年，我们台湾基督长老教第32届总会通过一个很重要的台湾基督长老教信仰告白。这个信仰告白已经期待了67年才完成。这个信仰告白有5段，从第1段的上帝观、圣经观、教会观、人观，到教会的最后的社会观。其中的教会观最后4句话说，我们相信我们将会定根在本地台湾，认同所有的住民，通过爱与受苦成为盼望的记号。所以今天160年来，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定根在台湾，认同2350万的台湾人民，通过我们的关怀、牺牲、受苦，成为台湾盼望的记号。我常常在怀念我们的前总干事高敬明牧师，他是1971年到1989年台湾基督长老教的总会的总干事。但是在他的那个年代，他担任总干事的时候，也是我们台湾基督长老教跟当时候我们国民党政权有很多紧张
的一个过程。70年代，我们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为了台湾走向一个民主、自由、主权独立的国家，我们教会曾经在1970年发表我们的声明，国事声明。1975年发表我们的呼吁，1977年8月16号发表人权宣言。当时候1977年，美国跟中国要建交，而且美国跟台湾断交的时候，我们的总委会在1977年8月16号发表人权宣言，其中有一句话很重要的提醒说，请我们的政府促请我们政府使台湾成为一个新而独立的国家。但是各位知道吗？这些总委会所全派在草拟人权宣言这些牧者，他们面对多么大的压力跟困境。2017年的3月份，前卫出版社出版了这一本高俊明牧师的回忆录。这个回忆录底下的副标说：磨难苦悲下的信仰与实践。高牧师在回忆他的一生，基督信仰带给他有很多的磨难跟苦悲。但是在这样的苦难当中，有更多的实践跟上帝跟他同在的见证。这个信仰跟实践在他的身上，让他体会上帝如何用恩典赐福保守，带领他走一条十字架的道路。各位有机会看这本高牧师的回忆录的时候，当你看到当中的122页，你会很惊讶的发现，1977年8月16号。总委会发表人权宣言那一天，高牧师写了他的遗书。他的遗书今天在他的回忆录的122页，你们清楚看见，他用毛笔字写得很工整，在总会事务所的信纸上面，他写下他的遗书。他的遗书这样写：我无论遇见何种惨事来离世，也应该感谢赞美上帝，因为他的旨意是美善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我也由衷感谢主耶稣是赦免我的罪，祝福我差遣真理的灵带领我，并使我光荣与他同受苦的。他必将永远的生命赐给一切真正信靠他的人。我的追思礼拜应该简单朴素庄严。我最喜欢的圣经节是哈巴谷书3章17节到19节。我最爱唱的圣诗是台语圣诗第6首、第255首及258首。我的遗体赠送给彰化基督教医院，来报答老蓝医生对我的父亲高在德医生的恩爱。我的遗产一半要赠送给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作为传道、教育、保障人权、社会服务及教会行政使用，特别将其中的一半捐赠给玉山神学院及山地教会。我特别感谢内人高李立珍，他的牺牲、理智、坚韧、信心、爱心，大大的协助了我完成使命。但愿牧原、黎香、李李这3位是高牧师的子女，以及全体亲人朋友都能爱台湾、爱世界、爱和平，来荣耀上帝，造福人类。阿们。高俊明主后1977年8月16日。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看到高牧师的遗书，你会想到那个时代，我们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为了见证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十字架，我们的牧长他们有多少人像高牧师一样，那么勇敢坚持上帝的主权，甚至为了台湾的前途愿意牺牲生命。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从高牧师的身上，从很多弟兄姊妹的身上，我们共同在学习，我们如何让上帝的主权真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引导我们，也让我们一生能够学像耶稣基督一样。使徒保罗一生很重要的信仰告白，在哥林多前书11章第1节，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我们无法想象保罗竟然这么勇敢，向
在座跟随他的人说：你们要效法我，因为我已经效法耶稣基督，包括我的生命随时像耶稣基督一样，愿意为了这个信仰牺牲生命。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当我们在纪念文字传道奉献主日的时候，我们想到2000年来，我们所有的教会跟基督徒，我们是通过我们的生命在分享基督的救赎如何临到我们，我们要将这个好的一个福音分享给你们，让你们跟我们一样能够体验上帝绝对的主权跟救恩带给我们的信仰，带给我们的救恩，带给我们的盼望，带给我们平安跟喜乐。所以今天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下我们的台湾教会公报社提供给我们的一个请安的影片，我们共同关心、代祷、支持跟奉献。感谢主，使我因着信仰，成为一位台湾原著名排湾族木雕工匠师，引领我将排湾族文化与福音融入雕刻艺术之中。雕刻艺术作品需要透过艺术家的雕刻刀，一刀一刀深入木头的纹理，才能雕琢出符合创作者心意的作品。信仰的塑造也一样，文字事工就是这把雕刻刀，透过一个字又一个字的雕刻，深入每一个人的生命，来扶持帮助人活出符合上帝心意的人生。台湾教会公报就像是这把雕刻刀，在台湾的社会里，透过全台湾第一份报纸，探索信仰，提升教育。公报社透过每个礼拜发行10万份的更新周刊，还有专门为儿童设计的美好脚踪系列绘本，用最真实的生命见证，分享上帝的同在。基督信仰是新楼幼儿园教育训练的核心。我们依靠爱的源头，与主同工，落实生命教育在生活中，想要培育出一个心中有爱，拥有自由心灵，认识自己的独特，也懂得欣赏别人，尊重环境，爱这块土地的孩子。距今140年前，也就是主后1885年7月12日，巴克里牧师发行台湾府城教会报。7月19日，巴克里牧师他又到了屏东鄂伦地区，为了要保护当地信徒的安全，宁可被人泼粪，忍受屈辱。今年3月，我们所有的同工也到鄂伦地区，共同去感受巴克里牧师当时宁可被人泼粪的那一份艰难。这140年来，台湾教会公报社所坚持的，就是要如何用行动、用文字来让所有的人体会耶稣基督的爱。一个装备齐全、活泼的教会，就是需要有独立的文字事工出版单位。所以在这边，我要邀请所有的弟兄姐妹，一起跟我们来经营台湾教会公报社，帮助我们每一年都需要5000万的事工费用。愿主赐福大家。
我们今天的周报当中有夹一份这个台湾教会公报社的请安函，那我们看见他们每一个礼拜印的更新周刊，还有我们的新眼光读经手册，还有很多他们所在努力的新媒体宣教。愿这一些文字事工能够再一次提醒上帝的平安喜乐如何能够成为全台湾人民的祝福与盼望。请我们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上帝，谢谢你再一次通过耶稣基督通过的比喻来提醒我们如何一生能够坚持你的主权跟旨意。虽然很多时候我们软弱走自己的路，虽然我们很多时候自私自利、骄傲与不义，但是感谢你从来没有遗弃我们，常常保守我们，引导我们回到你的身边来信靠你。求主你特别祝福我们桃园迦南教会，在60周年庆祝的过程当中，向前的脚步，我们更加坚持你的主权跟旨意，更加彰显你的平安跟喜乐，成为我们桃园地区著名的祝福与盼望。我们也特别将台湾教会公报社所有同工他们的服事以及他们文字传道的使命，更加归荣耀于你，更加成为台湾人民的祝福。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邀请弟兄姐妹再次站立，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神。让我们的心坚定在神，活出顺服的生命。耶稣基督，圣洁美丽，无人能及，自我即息，毫无保留，为我舍命。你的爱是我灵魂苏醒，患难中我能刚强站立。你的爱是我重新得力，黑暗
愿全能上帝的慈爱与怜悯，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与恩典，圣灵保惠师为助者的扶持与帮助，时时刻刻与我们同在。特别与台湾教会公报社所有的同工同在，让他们的服事更加归荣耀为你。也特别将花莲光复地区马太安部落这些受苦的生命，主你与他们的重建关怀时刻同在，让他们得到真正的平安，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再一次一起来敬拜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是我们叫我们抬起头的神。请大家互相请安，然后帮忙收拾椅子、收拾会场，谢谢。谢谢。部长再来接吧。